在门口接晶晶呢。接谁？晶晶。妈呀，这样刺激了！身份证带了吧？当然带了。来不及去食堂吃了，买了个玉米汁。好呀。走吧。你好，我是158的员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来看篮球赛。哦，来登记一下，来访被访都要填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待久了习惯了。158所的。对。女朋友来看篮球赛。是。啊，出来的时候拿换身份证啊，谢谢。谢谢。不饿吗？戴着口罩，怎么喝玉米汁？弹幕到处说我交了一个大美女女朋友，我想正式炫耀一下。好吧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想炫耀你就早说嘛！我今天只涂了隔离，而且我都没洗头，感觉颜值只有巅峰的1/2。是吗？嗯。我看看。怎么能说1/2呢？起码2/3，够了。于途，打你！哎，于途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比赛马上开始了。马上到，在门口接晶晶呢。接谁？晶晶。哦。妈呀，这样刺激了！小野，我刚给于途打电话，结果他说要去门口接那谁来看比赛。那谁是谁呀？你说清楚点。朋友。真的？不会吧？不会就是大梦之前一直说的那个大美女女朋友？太好了，这大梦之前说的我好奇死了，真想看看这女朋友到底有多美。哎，于途，来，于途，这儿。于途这女朋友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乔晶晶，是乔晶晶吧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打一篮球比赛，还得请女明星打啦啦队啊！不是，于途牵着她的手呢。小野，她明明就是乔晶晶啊！小野，哎，你在？于公有何吩咐啊？晶晶交给你了。保证帮你保管的妥妥的。大家好，我来看于途的篮球赛。随便看。